后一天的上班日，明仔暗要烧酒看年，天气状况如何呢？受到东北季风甲南方的水汽的影响，全台湾拢乌阴，尤其是桃园以北甲东半部，因为是伫风头面，甚至阁会落大雨。整体来讲，12月31甲1月初1，这个北部、东北部湿凉18度，要出门爱炸雨伞。若中南部这个新竹以南是22度，好天气。若要看这个跨年的放烟火，或者是要看元旦的第一道的日头光，中南部较理想。刚准备要和身躯边的人做伙迎接新年，不过受东北季风和南风水气的影响，敢会增加跨年看烟火变数。以北部来讲的话，其实这种阴雨的情况是比较持续的。中南部的话，可能云量稍微多一点，偶尔飘雨，不过可能条件的话会比较好一些。唔但烟火受天气的影响，当然想要看新年头一个曙光，恐惊拢需要一寡运气。日出最早的时间是兰屿，应该是在6点32分左右。那屏东的地区的话，大概是6点35左右啦。南方雨系又北上来，所以可能云量还是比较偏多为主，然后偶尔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。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看到曙光的几率都稍微比较低一点。毕竟这波东北季风至少会影响到明年正月初4，尤其年尾2天加上南风水气的影响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桃园以北东半部拢有可能会落大雨，一直到元旦水气减弱，天气才会流啊较回。不过3号阁有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阁会落雨。明年若想要出去佚佗，气象局嘛有讲到春季的天气。1月、2月、3月呢，台湾都是属于比较温度正常的这种情况的机会比较大。降雨来看的话呢，我们也估计呢，正常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。不过呢，偏少的机会是比偏多的机会多。估计环境现象明年开始就会减弱，春季温度阁有总雨量会开始较正常，出外佚佗拄到落雨几率嘛会减少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